我给你做个买卖。啥买卖？当年我爹出事儿的时候，头脑给你一张照片，我觉得那张照片……我说葡萄，你到底是啥样一个女人呢？啊，孙二大死了那么多年了，你还替他翻案呢？我就要翻，怎么了？死了我也给他挣回个好名声。你甭管我，你换不换？我还是那句话，你能给我啥？你当年给我一封情信，你记得不？我收的可好了，那信写的有多肉麻，多恶心人，你记得不？那封信是叫我往县政府门口一贴，你说县长还是魏将军看见了，你的官还升不升，财还发不发了？葡萄，我直到今天好像才看清你了。那张照片呢，我没带在身上，我得到县里去找，找分了，你自然会给。爹，这轿底下老潮呢吧？啊？哟，石灰墙都泛水了，一摸哪儿都是一把水。这哪中啊？这雨得下到啥时候去？这雨照这么个下法啊，年久失修的屋子得他几座呀？呀，那明儿我得上山去瞧瞧娘和铁脑的坟头。雨多路滑，要小心呐。魏婆子的坟，咱也得多照应。有你娘和铁脑一炷香，就得有他一座呀。中嘞。对了，浩二那照片啊，朱梅答应给咱找去了。那货蔫坏了，他是想借这茬讹你一头。照片啊，咱不要。另外，你告诉那谁，让他们啊，该干啥干啥，不值当搁这儿好。他们啊，且走不了了。也是咱把黑龙爷给整惨了，下手太狠了，他哭了1个多月都不消停。这会儿啊，老多人生病了，他们俩一天跑来跑去给人治病，也不禁他们歇得下来。哎呀，这闹天儿啊，旱的时候田里裂口子，涝的时候田里跑河道，活个性命都不容易啊。不知道这挺是咋样啊？好着呢，可爱长个儿，你放心吧。哎，爹啊，挺的眼睛可是越长越像你了，老厉害。幸好发现的早，孩子们属于急性黄疸肝炎的早期症状。最近镇子上得这病的人可多着呢。我在屋里边煮了龙虎汤，一会儿啊，给他们一人都喝一碗。啊，进来。小朴，哎，快去给孩子们盛4碗汤来，一人喝一碗，省得老大老二啊别被传染。好，来，快去，走，快去，走，跟哥哥走啊。少爷，这回你又救了娘几个一回啊？别这么说，我是大夫嘛，治人救病是我分内的事情。快去照顾孩子吧。少爷，那治病救牛，你还成不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听说你家的姑牛又病了。是。走，瞧瞧去。在那儿呢。我呀，再剁一块棉子饼喂它，它一吃脾气就好了。哎呀，你就是揉它的肚子，掐它的耳朵，只要给它吃，它就行了。他呀，什么病都没有。这个手艺我当不了。
这孤牛得的是狂湿症，得赶紧杀，要不然它会一直吃下去。在我老家的时候，也见过一头孤牛得的是这种病，吃食喂进去，没多少功夫就从后头出来了。要是再不宰杀，最后就只剩一张皮嘞。咱也就赶紧把它杀了，烙些肉吧。我去镇上请个屠夫啊。别。我老饿呀！福根，我的儿啊，我老饿呀！姥姥，白面都光了，我饿。等你爸爸回来啊！乖孙子。可咋整啊？娘都闹腾好几天了，眼瞅饿的都说胡话了。赖子，咋整啊？都怪我，自己家人的肚子都填不饱，我这就去找吃的，就算翻遍整个太平镇，也要保住娘的命。哎，赖子，你干啥去？你别吓唬我。上次爹走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，眼睛通红的吓人。赖子，我跟乐生可全指着你呢。放心，我上有老，下有妻小，不会再做傻事儿了。我去找吃的，水塘里的水不是又满了吗？我去捞鱼吃去，啊！那你赶紧回来。赖子出去找吃食了，一会儿就能回来了啊。赖子，赖子他真是不赖呀！哎呦，老饿呀！来啦，来啦！哎，我给你送弄好的吃食，你咋谢我？五河家的孤牛仔，这是分你们家的。赖子呢？他下河捞鱼去了。啊？捞鱼？这蠢赖子，这天哪捞得着鱼啊？
葡萄跟藤脑找了赖子回来呀，咱一家人在一块儿，好好吃顿饱的。这头牛肉要是吃下去，老耐饥呀！哎呀，这闻得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呀！娘，爹啥时候回来？就快了。爹回来了。大生乖，娘给爹开门去。来啦！快！赖子人呢？赖子，你咋样了，赖子？啊！赖子想给你婆子榨酒吃，没想到爆炸的时候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不要你的鱼啊！我要你回来啊！情愿我去死，我要你回来呀，赖子！你要走了，陶明儿他怎么办呢？乐生让谁养我呀？孩子，我的孩子！娘，爹咋了？他是不是睡着了？他不饿吗？你这是咋了吗？赖子，你在说呢？你不是说不再耍赖皮了吗？啊？咱俩成亲那会儿，你不是说你改吗？赖子，你明明说好的，可你才不犯傻。在这耍赖呀？你不是说不叫我耍？后来我没跟你想回应，你咋又把我一个人搁下了，赖子？啊！你说你以后叫我上哪儿打你？我上哪儿骂你？我上哪儿找你算账去啊，赖子？陶明儿，赖子没了，这是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前2天的事，赖子给福哥娘炸鱼吃，结果搭上4个多月。这是啥世道？闹得人都不敢出门了。只要这一出门，不是这个死了，就听任谁家出殡。多年轻的后生，他咋也躲不过。还有这头天，这一下雨就是没完没了的下，多少个庄稼地都给泡了汤了。兴许该停了，然而雨下这么长时间还不停。秀梅啊，
你照看好你自己的身子。第一个孩子没了，这第二个孩子可千万不能再出岔了啊！知道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买家已经到了染坊，就等您过去领着他看。我知道了。老孙家几百年的家业，到了还是毁在我手里喽。舅舅，别太难过了。上回因为棉衣的事情，丈夫要查封咱染坊，要不卖的话，真的什么都有不了。报是不爽啊！我的报应来了。他们的报应还远吗？死了，死了，就是再也见不着了。我想爹，咋办？跟娘一块儿好好的活着，这样你爹在天之灵才会安息。我爹在天上。你爹是个真男人，死后玉皇大帝会把他招了去，做个快活的神仙。那我也要做真男啊！乐生乖。汤明儿，我家隔壁有个小院儿一直空着，要不你和乐生还有福根娘都搬过来住，就当陪陪我呗。中啊，能给我腾个窝就中，往后咱俩也好有个照应。你这几日咋样啊？想哭就哭出来，憋着老难受了。啊，我没事儿，能吃能喝的，哭啥？嫁了个嫩好的男人，我要是成天寻死觅活的，才对不起赖子的一片心嘞。爹，这牛肉汤老香了，咋不喝呀？这人呐，一天不动地方，白天喝的还在肚子里暖嘞，啥时饿啥时喝。今儿个我去乡帮淘米儿来着，把咱隔壁那空着的小院收拾出来。过2天啊，他就和乐生还有福根娘一道搬过来住。赖子的教了他一辈子，没想到啊，到了他倒成了真爷们儿了。当年我让他给陶米家拉帮头，也没想到他真答应。那时候他懒呐，下地没一会儿，就喊着累得爬不起来了。没想到啊，临死的时候，他还能记着他自己说过的要赡养福根娘终老的话，可惜了啦。赖子这辈子啊，也算没白活了，有陶米儿弄好的女人给他守着，还有
有个能懂事的儿子，不是？赖子算是后继有人了。爷，等咱这案给翻了，事儿都过去了，咱的日子也美着呢啊！能有挺？咋不能？能有。他这会儿啊，道儿走得可稳了，都会叫妈了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急着要出门啊？镇东头那几座老房子被大雨冲塌了，几个人都伤着了。我带着药不够，特地回来取的。小朴和武和正在那包扎呢，我这就得赶过去。啊。怎么了？有事找我？有事。真有事了？不能在这儿说。你今晚回家来一趟呗。什么事儿？不能在这儿说。你一个人来。我走了。
知道呢。天刚亮那会儿啊，他进屋里去救宝石的公公，结果跟老头一块儿塌里边了。正挖呢。哎，葡萄，你等等我。乐生，这是咋了？这咋又摔了？呀，院子里有个白毛老头。白毛老头？嗯。我刚给自己包扎好，正要去看你，你不就来了吗？你还笑？你笑啥？你不是说天天来瞧瞧了，把自个儿瞧成这样了？我瞧着瞧着，就瞧见有人在屋里边了。有人在屋里你就往里头冲啊？把你埋了咋的？你咋整啊？你笑啥呢？你是不是？我想。如果要不是想着离清前你那个眼神，我兴许真就没力气爬出来。
他的伤啊，倒是不碍事儿。歇了2天，哪都见好了。呀，这桐树花咋喝着像鸡丝呢？嘿，不过倒是早就忘了鸡丝是啥味儿了。爹，来喝汤啊。冷吧？这天儿下完了雨就又阴又湿的，可不得冷吗？来，喝碗汤，烫着的。爹，你咋抖成这样啊？是不是病了？你早上咋不告诉我啊？哟，这烫的跟炭似的，咋回事啊？发烧呢？也就是前天我到教上淋了些雨，没事儿。你这瞧着比听着吓人多了，你咋成这样了？啊，这眼睛跟那梨子似的黄，头肿得有盆大了，这咋回事？你病了都不告诉我一声啊！我现在要是走到太平镇街上，没人认出我是几年前被枪毙的孙海清。你咋是？爹。怎么这么晚来了？有事吗？可是有。屋里边说。你坐。就是那天你约先找我过去，找我要说的那些事儿。我不急。坐下慢慢说。没空坐。你跟我回去一趟呗。什么事儿啊？都能在这儿说吗？有个人病了，病得老重了。谁？回去就知道了。走，我们回去。孩子现在是什么症状？饿坏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孩子死了？啊？全身发黄，眼睛成猫眼了，脑袋老肿，可吓人了。我再去拿些针药。孩子叫什么名字？你喜欢的单名叫挺。挺。长得像我不？哪儿像我？哪儿都像。眼睛像吗？吃奶的时候像我，再长大了就不像了，再长成咱爹那双眼了，老厉害。哎，挺有多高了？高，将来能有你的个头。你把它搁哪儿养啊？这世上那么大，挺才多大点儿，搁哪养不好？哎，你说他见到我会认识我不会？谁知道？他好就行，活着就中，认不认我
随他。挺不认你。认识不认识啊？只要我看见他活蹦乱跳的，我就可高兴了。那他离你远吗？远，都不说咱这儿的话，他说人家的话。哎，想什么呢？看着路都能绊着。哥，咱到家了。你瞧，月亮底下又把你照成了16岁，这2只眼睛还是那么不小事儿，只有7岁。你啥也别怕，有葡萄在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不去屋里，去地窖干嘛？哥，你是大夫，只管治你的病人，啥都别怕。来呀！